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小蚂蚁的大房子。在一个小小的绿叶镇里，住着3只小蚂蚁。第一只叫做豆豆，豆豆很爱整理东西。它的家里有小叶子椅子、果实小桌子、种子小床，还有排得整整齐齐的小饼干。第二只叫做壮壮，壮壮力气超级大，他最喜欢搬东西，不管是大树枝、大石头，还是重重的果壳，他都能扛得动。第三只叫做亮亮，亮亮最爱动脑，他常常会发明奇怪的小东西。有一次，他还做出不会积水的小泥巴地板。可是隔天一踩上去，哎呦，豆豆的脚卡住了，哎呦，壮壮差点跌倒，亮亮自己更惨，他一边走一边被黏住。等一下，我的脚拔不起来啦！3只小蚂蚁在泥巴地板上东倒西歪，最后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。3只小蚂蚁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早上一起搬果子，下午一起聊天，晚上就在月光下吃饼干。绿叶镇一直都很平静，可是有一天，天空突然变得黑黑的，风开始呼呼地吹，树叶飞得到处都是。亮亮抬头一看，好像不太对劲，下一秒，轰隆！一道大雷声响起，接着暴雨哗啦啦啦啦的下了起来，大风吹倒了小树枝，雨水冲走了泥土，叶子屋顶被吹得东倒西歪。豆豆大叫：我的小桌子飞走啦！壮壮努力抓着门，门要掉了，门要掉了！亮亮则被风吹得转圈圈。啊，我怎么在飞？那一晚，整个绿叶镇乱成一团。等到第二天，雨停了，3只小蚂蚁慢慢从泥巴里爬出来。它们看看四周，安静了好久，因为家没有了。豆豆的小床不见了，壮壮的屋顶坏掉了，亮亮的发明箱也被冲走了。大家难过的低着头。这时候，豆豆小声地说：我们是不是没有家了？空气一下子变得好安静。过了一会儿，壮壮拍拍身上的泥巴，没关系，房子坏掉了，我们就重新盖。亮亮也点点头，对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于是3只小蚂蚁开始重新盖房子。可是事情没有想象中简单。豆豆虽然很会整理，但他不太会搬大木头。每
就滚走了。壮壮虽然力气很大，可是他不太会安排东西。他把窗户装在地上，把门装在屋顶，还差点把自己关在外面。亮亮虽然很会想办法，可是他做东西常常做到一半就分心了。有一次，他兴奋地大喊：我想到超厉害的排水系统了！结果做到一半，他又跑去研究会发光的小石头，然后就忘了。大家累得东倒西歪，豆豆忍不住叹气：哎，原来盖房子这么难。可是慢慢的，他们开始发现一些事情。壮虽然不会设计，但超级会搬重物。亮亮虽然容易分心，可是他真的很会想办法。豆豆虽然力气不大，但他整理东西超快。于是他们开始互相帮忙。壮壮负责搬木头，亮亮负责想怎么盖比较稳，豆豆负责整理材料。奇怪的是，当大家一起合作后，事情突然变得容易好多。没多久，3只小蚂蚁都重新盖好了自己的家。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睡觉了。那天晚上，3只小蚂蚁累得一回家就呼呼大睡。可是半夜，天空突然又下起大雨。虽然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可怕，可是雨水还是慢慢流进房子里。豆豆忙着拿叶子挡水，壮壮拼命扶着摇来摇去的墙壁，亮亮则一边挖水沟一边大叫：水不要进来呀！第二天，大家又累又狼狈地坐在一起。亮亮忽然说：我发现一件事，我们自己房子虽然修好了，可是如果真的遇到大暴雨，还是不够安全。大家安静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豆豆小声地问：那怎么办？亮亮突然兴奋地说：我们一起盖一个最坚固的大房子，好不好？如果以后再遇到暴风雨，大家就能一起躲进去。壮壮立刻站起来：好，这次我要搬最大的木头。于是3只小蚂蚁开始一起盖大房子。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谁最擅长什么。壮壮搬材料，豆豆整理房间，亮亮设计排水系统。大家忙进忙出，一下子搬木头，一下子铺地板，一下子测试屋顶会不会漏水。每天都累得满头大汗，可是大家都笑得很开心。过了好多天，一栋又大又坚固的房子终于完成了。那栋房子有厚厚的墙壁，不怕雨的屋顶，大大的窗户，还有好多舒服的小房间。绿叶镇的蚂蚁们看了都惊呼：哇，
好厉害哟！从那天开始，大家偶尔会一起到大房子里聊天、吃东西、玩游戏，他们都很喜欢那里。可是没想到，几天后，天空又变黑了，大风又来了，轰隆！暴雨再一次降下来，雨水冲进小路，好多蚂蚁的小房子开始淹水，大家吓得大叫：怎么办？水跑进来了，我的船飘走了啦！就在大家慌张的时候，豆豆忽然大喊：快去大房子！大家立刻冲进那栋一起盖的大房子。神奇的是，不管外面的风雨多大，大房子都稳稳地站着，没有漏水，没有倒掉，也没有被风吹走。大家躲进大房子里，外面的大雨还在哗啦啦地下着，可是房子里却暖暖的，大家一起聊天，互相帮忙，再也没有那么害怕了。亮亮小声地说：还好我们一起盖了这个家。豆豆笑着点点头，壮壮也开心地说：原来大家一起努力，真的会变得更强大。那一天，绿叶镇的蚂蚁们终于明白，一个人很厉害很好，但如果大家愿意互相帮忙，就能一起做出更厉害的事情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，有人力气大，有人很细心，有人很会想办法。当大家愿意互相帮忙，一起合作时，很多原本困难的事情也会慢慢变容易。就像3只小蚂蚁一样，因为有彼此的陪伴和合作，所以遇到暴风雨也不害怕咯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